被視為係香港獎牌希望嘅牛頭角下村女車神李慧詩，星期六凌晨出戰奧運場地單車女子徑輪賽。李慧詩喺初賽同中國名將郭爽同多位強手同組，師妹未能夠取得有利嘅位置，結果排第四，跌落復活賽。好彩 Sarah 及時調整，喺復活賽成功復活，殺入決賽。決賽爭持激烈，結果英國選手彭迪爾頓得第一，中國選手郭爽就攞第二。香港嘅李慧詩不負眾望，獲得第三名，勇奪銅牌。李慧詩踏上頒獎台，為香港攞得史上第3面奧運獎牌。之前2面嘅獎牌大家都唔會唔記得，就係96年李麗珊嘅風帆金牌，同埋04年李靜高禮澤嘅乒乓波銀牌。李慧詩贏得銅牌，佢話最感謝教練、屋企人同工作人員嘅支持。佢仲話原本只係想贏金牌。Sarah 只得25歲，咁後生，想贏金牌仲有大把機會啊！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道。